是，咱来关心伫非洲的利比亚，因为地中海风暴致使有2座水坝崩起，大水是造成济伤亡，有的遗体甚至是冲落海里卡伫石头旁的。目前是除了赶紧救人以外，当地可能也会面临地雷风险，也佫有欠水的危机。关手伫咧海边啊学，下骹有真侪尸体掉伫咧石头旁，敢若用人去搬袂出来。 وهذول الشباب هم تكلم هذول من طرابلس جايين 1500 كيلو را。利比亚因为地中海风暴丹尼尔侵袭，2座水坝崩起，冲来大水造成真侪人死亡。利比亚即马分做东西2边的过渡政府，无法度统计出明确的死亡人数，更加免讲知影偌侪人失踪。当政府讲有真侪尸体被冲入大海，国际红会、联合国抑个利比亚当局统计死亡人数差真侪，有几落千，也有上万。 والله ما معروف شيء كلام نسمع في كلام سهال هيك في يجيني يطمنوا فينا واحد يجيني يقول لك تبي تدخل المدينه واحد يقول لك خلي المدينه مشكله لا ضي لا ميه فيش وسائل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听也讲，大水甲利比亚几多年来冲突所留落来地雷甲其他弹药冲到四季，是已经无家可归的百姓会拄到的危险问题。根据国际移民组织上新的资料，利比亚东北部有超过4万人无家可归，不过数目可能唔那安尼。即马灾情上严重的德纳，本来人口只有12万，规个地区被大水冲入了，拢在伫咧6个门内面。 国家媒体报道，至少891栋建筑被损害，市长讲可能有2万人死亡。另外有官员讲，有家族48人到即马拢失联。有灾民讲，即马规个人硬拢唔知坐落来要安怎做。利比亚政治分裂，和国家一直拢无法度正常运作。虽然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也毋过拢分散伫咧各竞争团体之间。分析人士认为，这场大灾难和东西边势力开始协调。 不过，若讲到中建问题，抑阁真多。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